今日嚟到威美斯水會，聽部長介紹搞緊世界盃主題活動，專程過嚟八卦一下有啲咩料到。上到嚟5樓，前台呢度放咗2張好大嘅足球海報，世界盃8大球星排排企，中意足球嘅師兄估計瞬間入戲。部長就話書包嗰度臨時改成攝影區，所以行過去望一下。過到嚟有2個靚女已經喺度踢緊波，咁當然唔係真係踢，係擺 pose 俾攝影師拍攝。然後我們可以這樣子抱着拳，就是類似遞給對方啊，對，就這樣的，對。放哪裡？就是手扶。等一下，把那個門過來。伸出來。對。好，把這邊轉一轉。這樣我是吧？搖來，好，壓下去，腿壓下去，膝蓋壓下去。好。可以啊。聽講就話專門請咗幾個攝影師，專攻足球寶貝系列。不過攝影師就得幾個，啲足球寶貝非常多。所以就要排隊輪住嚟拍啦。有啲靚女排得耐，估計唔耐煩啩，乾脆就唔等攝影師啦，3、5成群互相拍片。畢竟專程着晒球衫，唔拍多幾張靚相真係嘥晒啦。氣氛仲開心過正式拍攝。你的頭不要歪正一點。咁我當然唔執輸，都湊下熱鬧，一齊嚟拍。不過有啲靚女比較怕醜咯，見到個鏡頭就擰歪塊面啦。除咗影單人，仲會拍集體專輯，一班靚女着住球衫企埋一齊，瞬間有種比賽應援團嘅氣場，畫面夠養眼。不要笑啊，抬頭挺胸。對，我們先拍張照，來看前方，3、2、1，趴下去就可以了，直接趴下去。睡覺不會睡嗎？對，睡覺不會睡嗎？不要轉這個。對，就這樣子。不過啲靚女動作有啲生硬咯，個經理睇唔過眼，親自上陣示範，一個大男人擺 pose 姿勢，比起佢哋更加專業，更加上鏡，搞到我笑到差啲跌機。你們還在等嗎？是的。等下久，我拍幾輪，感覺好高哦，比我還高，有沒有1.7米啊？我1.66米。感覺腿比我還長。哎呦，好白，好白，有點太白了。太白呀！太痛了。這打燈打得厲害，我覺得應該是這附近打燈打得多啊。多少號928。你呢12.9。看別人的鞋都是穿那種國家隊的，我們這個好像沒有是吧？我們就是普通的運動鞋。簡單一點，不過人好看，怎麼穿好看？沒有毛孔，好奇怪。好像磨了層豬油，這樣上去沒有那個人皮膚的質感。對啊。就像那些人偶一樣。質感一點就好了，你看到啥就是啥樣。但我看那些抖音上面那些美女，全都是那種磨成豬油的。可醜了，行，好的，夠了。夠了，結束。可以了，夠了。什麼？你在裡面嗎？我外面走。我們這麼沒默契的。對，可以，這個可以。上前一點嘛，來，3、2、1，開始，起來。睇完書包嘅位置，再行過嚟用餐區，呢度都有設拍攝點位，幾個攝影同時開工，機位都忙到唔停，感覺鏡頭多唔多夠用。好在威美斯呢度勝在地方夠大，場地開闊，唔使話逼逼夾夾，呢一點真係完勝好多細場。然後行過嚟大堂，啱啱拍完外景嘅靚女 hea 住喺度休息。咁現場有唔少師兄做緊項目，我就唔拍咁多，打擾人哋啦。順便都想問下各位師兄，着住球衫上鐘同平時嘅感覺會有啲咩唔同呢？個人專輯拍完之後就到重頭戲，全場集體合拍。以前嚟過幾次威美斯，都唔知道有咁多人值班。2條長隊排開嚟之後，目測起碼有上百人。如果係經常過嚟幫襯嘅師兄，應該可以喺人群裏面認到自己以前揾過嘅師傅。咁話時話就當係吹水啦。上鐘體驗如果美好，呢個叫精彩；如果中伏嘅話，咁就叫經歷啦。藥水3000只取一瓢，佳麗3000逐個翻牌咯。出嚟玩得多之後，我先至明白佢哋並唔係我嘅花，我只係啱
啱好途經佢哋嘅綻放。感覺話題扯得有啲遠啦，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孱弱得為了一粒沙感慨。講翻正題啦，全部足球寶貝換晒波衫，成個水會充滿球場氣氛，對於中意睇波嘅師兄嚟講，絕對係加分，不容錯過。最後仲有一個壓軸環節，全部靚女過嚟前台呢度拍一個大合照。也不要你好，也不要彎腰，就你好，歡迎光臨威美式就可以了。一個鏡頭過來啊！拍完之後，呢度仲有一個專屬簽到嘅背景牆，模仿嗰啲簽名儀式，一堆足球寶貝陸續過嚟簽名，流程做得有模有樣，儀式感直接拉滿。我就唔逐一拍啦，剪一啲精彩片段俾大家欣賞就 OK 啦。咁整體嚟講，威美斯今次嘅活動搞得有聲有色，足球寶貝陣營強大，儀式感十足。雖然我只係個日八卦拍攝一下，冇上妝揼骨，但都感受到嗰種波未入眼先飽嘅快樂。呢種主題活動真係好難得，中意熱鬧想體驗新鮮感嘅師兄，值得去試試。咁今期影片就到呢度，下期再見。